大家好，我是武平，我姓辛，辛武平啊。我住伫美国 Atlanta，我来美国已经20冬啊。大家好，我是周建优，即马住伫美国德州 Houston，来美国自2010到即马已经12冬啊。大家好，我是吴玉金，我即马住伫美国印第安纳。大家好，我的名叫做陈湘荣，我即马住伫美国的圣雅图地区。看起来你特别实际上是实际上今年要庆祝28个15周年。满37要往38过行过安尼。就鸟鼠仔尾，嘿，鸟鼠仔尾。我是1986年是改炎世代，嘛算是人讲的天然毒世代。我是1980年拄好出世的，我是上教的。甲大家的物件捡做伙。我有咱的文稿有放伫网站，惊大家听无。有个会当读，所以网站的部分，个社交媒体负责人安尼。大家好，我是即个团队挂名的执行长。所有的执行长就是物件拢爱为大部分爱为我遮来发导甲处理。第一个部分就是咱的 podcast 的声音的部分，就是逐礼拜加剪。咱有即个或者故事我来讲的部分，爱甲无共款的人来协调。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伫咧社交媒体咧做。安怎讲？视觉设计的部分，可能每一个人故事的相片，有时阵我看感觉讲迄伤过无活泼，较无吸引力，所以想讲好安尼开始家己来画者好啊。就是爱开时间啊，就是想讲大家看到的感觉安尼较特别一寡。你讲过我来听负责的工课有拍文稿。阁有咱字卡甲大画头的录音，阁有社交媒体的编辑，我嘛有参加。你讲过内底阮内底有一个故事，我来讲的即个单元。目前有2个故事是我负责的，有第17集周永和院士甲第26集林德富教授的2个故事。是负责伫拍文稿，嘛有就是头拄阿金讲的即个，就是故事我来讲的部分，就是我即摆有讲2个故事，就是陈丁宝啊，阁有王金泉后壁当然阁有别的故事，阁有一寡当然就是像编剧啊，叫大家入来演一寡角色安尼。好，28本来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在我来看是台湾人一定永远爱记哩的一个日子。自我来Houston 了后，伫台湾同乡会服务，每一年的28拢是台湾人社区上重要的一个纪念日，是。嘛有即个机会，当是以前伫台湾拢无机会熟悉的一寡，嘛有28的受难者，有听过因的故事。即马来做你讲过我来听即个节目，咱本来上重要的一个咱的迄个标题，或者100个咱袂记哩的100个台湾人的故事。对，咱上重要就是要甲咱爱有咱家己台湾人的记忆，爱有遐个记忆，咱才有法度知影讲以后过去犯啥物错误，拄着啥物状况，咱以后莫阁经历过一摆啦。所以就是你本来就是对28都有一寡了解就对啊。对，有一寡了解，但是像安尼足深入的。听每一个人的故事的时阵，迄个咱就有迄个机会，敢若
转去因活诶迄个时代去，敢若去感觉讲因拄着诶一寡身份认同诶问题，这是我咧做诶时阵上定定咧思考诶一寡物件，因为定定咱会讲嘛，拢日八拢敢若台湾人诶代志，其实事实上毋是安尼。早期嘛，足侪人是足伫日本时代，去互日本人甲咱看做二等诶公民。其实足侪人对迄个中国有一个幻想，讲安尼咱会欢迎祖国转来，但是伊毋知影，像迄个吴浊流，伊嘛是去过中国了后，才知影妄想破嘿，破灭，嘿啊，就是对。伊搁转来到台湾，咱会当，就是我头仔讲的，就是去经历伊的，敢若去活咧伊生活迄个时代，会去感觉讲伊迄阵一定过了足痛苦的，伊要伫28以后，伊爱要安怎互家己莫互掠去枪杀啊，还是掠去逮，还是安怎？伊要用足侪方式转弯世界，甲伊想要表达的物件，用别的方式传落去。系啊，这是伊就是伊当初是足欢迎，几个其实咱咧做的拢是共款嘛，像即个摆的主角嘛是共款，系啊，都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对啊，佮放中华民国国歌，对啊，卢专生啊，系啊。是，所以主要是讲，互咱有即个伫咧做即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就是去认捌遮个人，会互咱有搁较深的一种反省。嘛希望讲咱的节目有搁较侪人会当来听，就大家有共款的即种上基本的咱家己的台湾人的故事。就较袂去互人带咧戆说啊。对，就是有较深的即个基础啦，嘛是。咱台湾人敢真正拢有甲228甲以后白色恐怖的遮个经验拢记起来啊。若真正有记起来，咱即马会选择敢真正是安尼，这是大家爱思考的物件。对，就是阮自细汉听的故事是遮个故事，阮的想法。即马大家想法会是完全无共款的。好，煞来听阿金吼，你会使甲阮讲，就是你伫做阮即个 podcast 进前，敢就是对228已经不了解啊？是我感觉伫个，因为我是互合作是天然独世代啊。我细汉的时阵嘛有读过我初中一年的时阵。阮是读认捌台湾迄个历史的教材。这是我完全无看过的物件。对，毋过我敢若是第一届款。OK。毋过不怪恁两个即摆伫遮。毋过我家己感觉，我的感觉是安尼，就是若是咱的教育单一档尔就是你单一档读。徛伫台湾的历史去看，徛伫台湾去看台湾的历史尔，就是迄档尔。刷落来，你第二档2年的时阵就是读中国，3年的时阵就是读世界。应该是甲即马，我毋知影即马的囡仔敢嘛也是安尼，应该是嘛是。其实我感觉若是照即个理路来讲，天然独嘛有可能变做后天统。我想要对，完全同意。来，请讲是安怎？就是我想要讲，我家己细汉的时阵拄着的一件代志，我感觉就是228事件对228事件到后来的白色恐怖对台湾人拢是一个，所有的台湾人拢是一个创伤。毋管你身躯边敢有亲人朋友受害，其实即件代志一直到即马。拢是一个也无法度治疗的一个创伤，无法度好好治疗的创伤，因为就我家己细汉的时候，我是一个人讲的天然独世代。毋过伫个我足细汉的时阵，捌发生一件代志，互我诚深的印象，就是细汉我差不多3、4岁的时阵，看着选举公报感觉趣味，我就去画选举公报顶头的人的相片。结果，互厝里的大人吓惊，阻止讲，若是互人看着厝内人就会互人掠去关，就袂阁倒转来啊！
即件代志已经过了30外冬啊，我到当还佫会记哩迄种惊吓，互大人吓惊迄种惊吓。所以，阮兜是世世代代拢是做事人，背景是真实单纯，嘛无人因为228直接认为228，佫有后来白石恐怖受害。毋过，就是即种甲台湾人吓到当的即个情形，我感觉是一直拢有诶。连即马我咧做 podcast， 嘛有亲戚甲我讲，你人伫美国啦，无得惊，爱我莫牵拖着台湾的亲情，还是讲，还是讲着你家己嘛爱较细腻的，安尼甲我考劝。所以我感觉我伫即款的环境大汉，虽然人讲咱是阮即end的是天天独世代，天天独世代就是讲，阮甲中国无啥物接触，讲阮即end的因为中国对阮来讲足远的，所以自然的认同台湾。毋过若是就我家己的即种成长的即个环境，佫有成长的即个经验来讲，其实天天独我头拄仔就讲天天独嘛，可能变做后天堂。咱的课本，咱的课本就一直甲咱讲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佫有中华，佫有中国的迄个文学，才会价值观，佫爱用遮个物件来考试。咱哪有可能自然的认同台湾，就是一个南岛，佫有移民的文化，如何自然的认捌咱台湾就是一个岛国。然后，佫哪有可能认捌着228，就是岛国伫2次世界大战了后，失去民族自决的机会所拄着的失明的大屠杀。我感觉228就是外来政权为着要甲即个失明正当化，才执行的一个大屠杀，本质就是如此。若是倒转来讲，咱节目甲228的关系，佫有我家己做节目了后一寡体会，其实。我家己的感觉是安尼，就是假使若甲即段历史当作是一本册，228事件甲后来3月大屠杀，甲后来的白色恐怖，对即个华国时代的即个我来讲，就亲像是一本会当看会到封面。我知影讲，伊写啥物物件，就是像咱课本凊彩讲一个，简单讲一个，嘿。毋过看袂到内容。你无法度看到内容，都无血无目屎，无血无目屎。即本册，哪像互一个叫做中华民国的玻璃壳咧？后来是到我读大学了后，即个中华民国的玻璃一点仔一点仔破去。我伫台文系，伫读台文系的时阵，读着甲以早课本教的无共款的史观，心肝头的迄个人讲的迄个天然独的政治才开始不一，所以外口即个中华民国的玻璃一点仔一点仔开始破去了后，我甲外口的玻璃轻轻的无说你会擦着，迄种感觉就亲像是，也是因为华国的唯独啊。有时佫会自我怀疑，迄种插着的感觉，就是有时佫会自我怀疑，讲敢真正是安尼？毋过迄个时阵我就感觉讲开始会当看会到代志的经过有啥物人物伫迄发生伫迄个事件内底无法度看到完整的内容，就感觉对事件也是无够清楚迄阵拢是用华语咧了解迄段历史。一直到做 podcast 了后，才有一种才会欠缺的所在补转来的感觉，甚至是就是看到真实的迄当阵的迄到底迄是啥物物件？对，因为阮是对每一个人的生命去了解伊的人生，佫对伊的人生发生啥物大代志去了解迄段历史。所以就若是，佫有因的即个心理的即个变化。对，阮较早拢无想过即个代志。对，就亲像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讲，感觉讲，哪像是摕着即本历史册的第一版。为什么会感觉是第一版？就是因为咱用的是台语，咱是用台语去了解过去的即段历史。就是第一手的即个消息，因为资料。对，因为台语自日本时代到国民党时期，一直拢是一个抵抗殖民、抵抗强权、甲抵抗独裁的即个语言。所以头拄阿金讲的这，我嘛真有感触。其实我年纪是较大嘛，所以我无上过迄个入捌台湾
敢是入捌台，我毋知迄个啥入捌，入捌台湾即个课程，啊，毋过就是因为我爸母的关系，嘿，啊，我都自细汉都是有听过像日捌啦，啥物即个代志，所以我感觉讲我是比，尤其是我即个回忆上诶，我感觉我对即个代志是比别人知影较侪啦。啊，毋过其实嘛无足侪，我感觉就是因为阮做这 podcast 了，就是一个人去看，就是看因诶故事，就会发现讲我知影诶代志还是足少诶。啊，这内底诶人其实有一寡，若是无做这 podcast， 我嘛完全无听过因诶名呢。毋过就是我做，就是遮个故事，尤其是就是我家己做诶是即个陈定波甲王景全，因两个人就是拢是经过即个日捌对因是足大诶改变嘛。啊，尤其是陈定波是一个互人讲互国民党反背一个人，因为伊本来伊佫唱国旗歌啊，啥物画迄图顶悬嘛是画迄国旗啊，啊伊就爱国中华民国啊，啊结果后壁伊是安尼，啊我感觉就是啊像王景全因迄阵嘛是嘛陈玉祥啊，啊因就是感觉因就是因诶即个灵魂拢互因杀死啊，毋是干那身体互人杀死，就是台湾人因为日捌是即个因诶规个，就是台湾人诶精神互人杀死，因为因本来是足相信讲即个中国还是即个国民政府来是来救阮诶，啊结果就是因互人反背嘛，就是所以这是一款侮辱啦，尤其是对遮个知识分子来讲，因为因伫这个日本时代，就是伫台湾人内底，因是即个领导诶，就是即个位，啊，毋过就是竟然因就是甲台湾人带到迄个地步去，有一寡遮个感觉啦，嘿，啊，所以啊，结果就是反背嘛，就是讲即个完全诶失望，所以我感觉这是因诶自尊拢互因杀掉。我做这了后，我诶感觉是安尼，嘿。啊，这我是较早无想过，啊，感觉就是规个台湾人，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就是自我的这个认同拢无去。你则讲吼无灵魂吼，我想着两个人，啊，一个人咱会讲着，啊，一个人是因兜的人是即礼拜陈玉祥诶亲情，就是两个有钱人吼，一个人是张超英，就是一个外交官，啊，伊诶老爸，你有叫我写伊诶剧本，所以对，伊诶老爸吼，就是日本时代诶知识分子嘛，所以伊经过日捌了后，因老爸就规工关伫房间内底，你知影吼，出来嘿，啊，佫有一个人嘛，甲因老爸共款，就是易清瑶啦，唱歌迄个日本人，日本查某，嘿，啊，因两姊妹仔诶阿公嘛是共款哦，毋是因爸爸，毋是阿公，因爸爸对，应该是爸爸迄边尴尬，家人诶尴尬，啊，因爸爸就是安尼，啊，因爸爸，因为自细汉就是受日本诶教育，就想讲伊是日本人，啊，无想到战后日本人就卖台湾人啊，拢将台湾人、朝鲜人拢总送转去，啊，伊转来台湾了后，佫经过日捌规个人，因拢有互国民党掠去，所以因为因较有钱，所以因会当转来。都救，就是嘿，摕钱互国民外面党转来，但是转来规个人都无灵魂啊，啊，就对，规工就关伫因诶房间内底，嘿，两个拢安尼，是因拢迄当阵拢做少年诶，无，佫有做侪梦想，做侪代志会当，对，可能比我佫较少年有诶，对无？嘿，对啊，40岁啊是啊，未40，嘿，像更有人嘿。嘿，对，这做人较老啦，毋过比我较少年对啊，所以就是遐尔少年的即个年纪，都已经无梦想啊。我感觉伊嘛是错乱啦，就是讲到底啥物物件才是会使相信的，对无？就是你原来遐尔相信的物件，啊，结果伊甲伊拍甲涂骹流血安尼，就是爬袂起来。所以就是我感觉这是台湾人爱知影。